歡迎收聽提神百香果靈修頻道，願神嘅話語成為你嘅導引。詩篇92篇1至3節，稱謝耶和華，歌頌你至高者的名，用十弦的樂器和瑟，用琴彈優雅的聲音。早晨傳揚你的慈愛，每夜傳揚你的信實，這本為美事。稱謝耶和華，歌頌你至高者的名，用十弦的樂器和瑟，用琴彈優雅的聲音。早晨傳揚你的慈愛，每夜傳揚你的信實，這本為美事。昔在、今在、以後永在嘅神，我哋要分別時間歸給你，親近你。早晨要傳揚你的慈愛，每夜要述說你的信實，並以感恩嘅心讚美你，歌頌你聖名，使我哋心靈得着真正嘅安息。奉主耶穌基督聖名禱告，阿門。